第細聽我揀，呢個係齋當過發生緊嘅事，全部首歌當過短髮，原因未發現，連日嘅頭髮亦都會喺3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3日內令你嘅毛泡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如果整整就係貼士硬碟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支 game 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毛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，食煙同即時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間影響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碎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拼衰人。而家我知道脫髮病人由於毛細血管破壞血脫髮，但又希望貼士幣幫到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我去咗食嘅血管同埋體共綿羊，成急木麥多希望越中箭，我只吃心一就感受到變化，頭泡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。睇住我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，布樹藤圖片看，爆毛細血管變得更強壯。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，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破壞如脫髮，但又希望小費幣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願望，我會用西施嘅努力去跟我個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夢見再次搵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像吊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，我哋會一齊一個新嘅我，而咖啡唔使擔心脫髮。第細聽我揀。